中国当局声称，被关押在教育转化营的维吾尔人90%以上已经被释放，但事实上，中共却继续强制他们在工厂里劳动。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薛克莱蒂扎克尔去年7月声称，关押在教育转化营的90%以上的维吾尔人已经被释放，并找到了自己觉得合适的、喜欢的工作。但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这些人并未获得自由，而是被强制劳动，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严格监控。这只是被换了一种拘禁形式，一种为政府创造经济利益的拘禁形式。卡什市一名知情人士告诉韩东，从2019年开始，疏勒县城南教培中心一所拘留营就把关押的年轻维吾尔人派送到附近的纺织厂、电子厂、饮料厂等工厂劳动，约有800人因宗教思想未转化，仍被关押在拘留营里。近日，一名维吾尔妇女在伊斯坦布尔渡轮码头上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的袭击。据悉，伊斯坦布尔总检察局已对袭击者展开调查。据报道，从伊斯坦布尔埃米诺努到伊斯曲达尔的渡轮码头上，正在排队进入码头的2个女人之间发生争吵。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袭击带着2个孩子的维吾尔妇女。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袭击者不仅骂他，而且还说滚出我的国家。该事件在媒体上传播后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个人和组织呼吁逮捕和惩罚袭击的妇女。伊斯坦布尔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对该女子的故意伤害罪展开调查。中国声称，美国指控东突厥散侵犯人权已经损害了中国经济。中国商务部发表的书面声明说，美国正在通过对维吾尔人权的措施干涉中国的内政，认为美国的举动正在损害中国的国际供应链。声明呼吁美国终止其活动，这不仅会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国务院警告包括沃尔玛、苹果和亚马逊在内的许多公司，中国正在东突厥斯坦犯下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公司不应参与其中。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在中国援疆计划下，超过8万维吾尔人从东突厥斯坦转移到中国各地的工厂工作。据称，有的工人是直接从在教育营被送去。报告指，这些工厂据称是83个全球知名品牌供应链的一部分。中国国外品牌有耐克、苹果和戴尔等，国内品牌有小米、华为和中兴等。加拿大一份新的报告列出了可用的法律补救措施，说中国和伊朗必须为破坏全球经济的武汉病毒疫情掩盖负责。加拿大智库麦克唐纳劳利耶研究中心和加拿大安全研究集团本周联合发表不免疫探索威权政体对武汉大流行及其掩盖的责任的报告，建议追究中国和伊朗掩盖疫情的责任，并详细分析了通过现有法律和国际机构这样做的多种方式。报告说，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和伊朗政府有意掩盖疫情，这种做法加剧了武汉病毒在全球的蔓延，可能违反了国际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等国际法规。报告认为，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政府有多种法律途径可以追究中国和伊朗的责任并寻求赔偿。这些途径包括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刑事法庭和联合国安理会投诉。意大利总理孔特在欧盟峰会上表示，中国病毒的救济计划和在2021年至2027年之间的预算谈判陷入僵局。意大利总理孔特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指出，我们现已陷入僵局，第2天的会议已接近尾声，但谈判比预期复杂，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当天，为期2天的欧盟特别峰会进入到第2天，但欧盟成员国仍在7500亿欧元经济救助计划上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恢复经济的规模和融资形式等方面意见不一。